全国运动会昨暝伫咧云林开幕，不过民众反映讲，这路线安排甲乱糟糟，有票的未得入，无票的煞早就入去坐啊。若云林县府讲，这开幕典礼人伤济，为着要确保维安，才会控制人数。民众依照百米的速度进入运动场要卡位。为上观点看，人拍拼往前冲，这个时阵场内已经客满人。等到暗时7点，全运会开幕典礼就要开始啊！场外是有大批民众轰挡伫外口，就算有票也无法度入场。小朋友没有办法进去啊！晚7点啊，那是咧装笑的啊！有民众去到当场将票拆掉，受气阁无奈，甚至甲工作人员去冤家。114年全运会18暗，伫云林县立运动场进行开幕。来自全台外万名选手甲教练同齐做伙参加典礼，暗时也有热烈选手之夜暗会。真侪人为着想要参加，依照规定提票要入场，也不过到现场才发现无法度入去。有票的进不去吧，然后没有票的4点多就来了。我们昨天本来是6点多要进来，进不来啊，因为太多人了，进不来啊。可是到最后是去看电视转播，对，从头看到尾。官府解释，迄日人料想袂够济，虎年高层也来参加，考量维安甲安全，且启动用流管制。那在当下那个时间点，已经达到就是人有的一个管制的一个上限，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管制的一个机制。那等到开幕典礼结束之后，就是我们的贵宾也离场了，运动员也退场了，那相关的一个场域的空间就腾出来，我们就全面开放。云林县府表示，开幕典礼退场了后，才是选手之夜，了后就全面开放。观光人流过程需要时间消化，因国民众批评动线混乱，就算有摕到票，也是无法度入场。对县府无法度有效应变，不少人真不满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